秀林乡公所近日多次接获民众反映，针对水源村派出所执法方式产生疑虑。为此，花莲县警局吉安分局长钟德勋、乡民代表邱慧英、水源村长洪明辉特别到场关切本次水源村派出所的治安汇报。会议中，水源派出所提倡反毒、防酒驾等治安宣导。同时，会议中部落族人针对员警执勤方式提出下列建议，请派出所员警做说明。第一点，贵所多次于部落在无设置临检告示之情形下，于派出所前及部落随机拦检，已造成部落居民恐慌。第二点，6月份，员警于部落随机追逐拦检时，取缔部落青年未戴安全帽、无照驾驶，敬求村民家属亲自至派出所带回。然该村民家属不顾自身已酒后驾车，亲自至派出所了解状况。再遭员警取缔酒后驾车，纵使酒驾已成违法事实，此举已明显伤害警民之间的互信关系。第三点，水源村为太鲁阁族部落，杀猪献祭与共享分食为太鲁阁族最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，因此常会于早晨间邀集亲友在巷弄间搭设帐篷共食分享，占用道路时间多于中午前即撤离。贵所竟于5月间未经劝导即进行取缔族人。此举已严重干涉及影响部落居民的生活。在交通执法的部分，大部分都是这种劝导，不会主动去追你追到你家去。因为部落大家都是都住在这里，一切以和为贵本乡太鲁阁族占人口数90%上下，部落政经与社群文化已具备自治、自主管理之条件。警察单位与本乡族人应建立互敬、互助、互益之良善关系，共同打造稳定治安及遵守法令的部落环境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杜努瓦西蔡成勋报道。秀林乡的 Line Edg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！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， 赶紧加入我们，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。还在等什么？拿起你的手机，加入我们吧！